讲师早安。我心目上这个就比做书的龙珠台湾，师孙师尔同为老大的台湾大德，老先我大医生，迄个咱前一本书甲我这一个鼓励，我今日到这个地方，来到这，甲咱各位一个运动，咱来研究一个叫做河岸每一边，河岸每一边要上台进行哦，大家加南边的研究，做这个拢讲，啊，你若老讲书啊吼，你去讲讲书啊，比较个研究，哦，简单讲样哦，咱的境界还袂到性，啊，一种咱的地方共款哦，咱还袂达到性心的境界，咱的心会真多，哦，咱的心会真多。那咱研究较重要的题目，伊是一个了无的机会。啊，毋过已经超过河岸本身会当利用的能力，所以吼，伊产生的压力非常的大。啊，毋过吼，你若无安尼去学习，吼，对咱前日这本书的知识，一般来讲啦吼，有比咱真正袂使，吼，啊无吼，我是唔敢不转啦，尤其咱的道场久啊。所以，咱修道修久啊，各位去搞对咱未来有啥物计划？哦，互我求着每一个题目，每一件上简单的讲道理，互我拢发觉上天哦，歹势哦，最近风话讲上多，每一遍互我求着题目。后啦，拢有感觉，迄上天有伊的安排，伊安排啥物？啊，你这个工书哦，你欠债，你这个工书，互我感觉那上天比较互我讲话较快。你这个工书，你这部分修无好，你这个工书，你这部分做无够，做了无够啊！借这个题目，互你自我反省。这个题目刺激你家己，互你家己要求你家己，自我要求，爱甲这所有的理路，你搁甲重新整理一遍。整理一遍了后，借着圣人的真理，因为咱人是人心嘛，咱人人心虽然想法多，像会知影咱以前去讲，如比讲的，这互我有感受啊。所以，咱坐伫今日坐伫遮，恁兜的囡仔，你敢叫恁读？河岸两个囡仔，伊的一天，啊，毋过河岸比较的少。伊有一个因缘，是因为伊读大学的时阵，伊有对着火车团，对着人的火车团。啊，人吼，伫即个年纪哦，可能真正伫青少年即个年纪，因所搞受着因的，咱叫做同伴，国语叫做同才啦。啊，其实讲个就是伊的同学个朋友，伊的影响力真大。啊，所以若朋友要去，哦，招个一个所以互我两个囡仔，一个吼，定定会伫火车团，南京的火车团。啊，咱若知影，人去火车团吼，迄个比我较无用的，因为因吼做炮兵两班啊，所以比我较无用。机会大个机会，佮比我较侪，会咧安心嘛。另外一个咧，无爱来啊。所以毋是讲吼，毋是讲啥物啊，毋是讲咱无去想要，啊，毋过就是无法度。应该讲也毋是无法度啦。啊，所以会知影听着咱李经理所准备的吼，真个人，尤其真个囡仔，伊的性格不同，知识悬无，知识足悬，知识花无，非常宽。手机啊打出来，黄如漆漆的，啥物拢知，啥物拢知，因为伊甲小侪物件。下早读伫伊的头
头壳内底，对地位无熟咯，咱来了解，咱人的地位本来人人拢是圆满富足的，啊为什么失见遮多？规个咱伫头壳内底反射转伊的地位，对袂出来，足简单。咱人的精神体咱有关，咱人的精神体咱有关。一天大概拢是24小时，你家己的时间大部分都用伫网页顶管，你的核心本来就会慢慢啊退掉。你若投入网页上当，伊的实践，伊会足慎重，而且速度足紧的，而且速度足紧的。所以毋是无智慧，是因为去互伊实践，去互伊日常生活中迄个物件业。那这就甲咱今日主题有关的，尤其咱较大，咱会知影李点传书伊就比如讲，咱的道不是有法，也是啥物？如规束。所以，你若以人数来讲，有确实规束。啊，毋过咱的道敢真正办无好？无简单的，咱在场阁有遮侪人咧，已经无简单啊咧。我安尼看已经无简单啊咧。所以今日的主题，我讲的真都爱读。道武到今，咱讲推演，安怎？随着外在环境已经无共款的所在，咱的道无变，咱修道办道的理念无变差。问题是你对众生，咱要成全众生，伊的法门，咱来有所调整，有所调整，就是学学啊，学学昨出去上课，学学是去学物件，学啥物物件？学 AI， 学 AI， 学学要学这有两个原因嘛。第一，工课需要 AI 的流行是最近这几档的流行，政府规定，你只要政府规个咱叫做职业训练班，失业者会当去上的职业训练班，伊拢要求爱教 AI， 上少爱教20几点钟的 AI， 毋是教讲你外口。讲你袂使毋知，变做人工这变做一个基本的知识啦。咱讲的技能啊，你上少爱了解讲话，知影伊会当做啥。因为人工敢是 AI 的时代，伫工课上也是安尼。拄仔你啊想，互我感觉几好？哎呦！你看互我头早看愈白吼，人我嘛咧按要退休安尼。啊，毋过敢有法度退休？看做歹势，我算足久的，我真无偌久，我算讲我退休到底会无这钱，真正袂使，爱趁钱啊！我阁需要阁加赚几档啊！啊，你爱需要加赚几档啊？问题是你的工课已经产生了变化，你若袂晓 AI， 人工你会当教的看愈来愈少。因为人人工伊咧课程咧教的重点就是 AI 啊，逐项拢会当 AI 合作的。渐渐过你也看3档5档了后，咱的 AI 用佫进步紧的。我已经看到未来真正有迄个机器人啊，会起来，定定伫你的身躯边走来走去。好，迄是咧讲工课，各位你拢知。外在环境大变化，毋是经济无好，因为我拢会甲阮的同学拢讲建议是讲经济无好，毋是，是你的公司敢有法度随着时代的变，咱外在大环境的变，伫商业来讲，市场就产生变化。你市场产生变化，你的产业。公司所属的产业，你敢有法度应付上、应付市
大的作品，你若无法度应付，你就注定用淘汰，用淘汰啦，啊，就咱要紧，不一定。所以吼，伫道有表面上看来猥琐，啊，敢有生机，敢有生机啊，我甲咱各位报告，生机处处。未来阁有一条大条的，这是互我家己的心得。未来阁有一条大条爱办，各位咱家己爱做好准备。啊，这个咱今日题目有关系，所以各位咱先来看咱今日题目。请各位吼，咱做伙了，时间的关系吼，请咱做伙了。我开始咱做伙吼。圣人无上心，以德性心为心。贤者我先己，不贤者我亦先己。德贤，信者我信之；不信者我亦信之。德性，圣人在天下。家吼，看过三个版本，河岸吼，特别去查语音不讲。啊，毋过歹势，河岸发音无啥标准的，所以河岸有列出来哦，作为咱参考哦。圣人在天下，第一个版本河岸伊的音类似吞吞，第二个叫做点点。第三个叫做入入，这是伊个，拢有各有伊个意思，咱后壁来解释。为天下分其心，为天下分其心，为天下皆世界造其念，圣人教孩子。这叫做咱的公文哦。那首先啊吼，咱先来看简单的意思。圣人无上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这个无上心啊吼，第一个解释叫做伊是无心的。各位，这是一个不大的问题，咱看做者经典。尤其上面天的，因为咱读过一公经，咱在座应该拢上少听过一公经。你就算无甲金刚经规本读完，你上少嘛听过第一本。释迦牟尼佛示现了一个已经证道的修行人，活伫人世间，伊安怎过日子？狂业先处理套路，甲众生结业。叫什么？叫伊持我。持我，为什么要持我？第一，咱的肉体爱顾，伊爱食物件无？你这个肉体无食物件，肉体会歹去啊。所以顾身体，用心啊，你需要用心，用心欲望袂使上济，所以因的规定是7经过就袂歹。7经啊，就是7个家庭留给他布施的那个无啊，是这样讲。因为你袂使贪心嘛，你有法度用这个肉体就好啊，啊肉体用完咧，你去接受众生的布施，你是给甲众生结什么嘢？结福业啊！是修行者，无呀，你总是来度众生，爱甲伊结业，爱甲伊结业。所以用去持我，伊这两个互我的解释较粗浅啊，这两面的意思。一方面用咱的肉体，一方面用什么？甲众生结善缘，善缘结了了后，转来出嚟，回还至本处嘛，办事起，食饭食搬地洗洗，就这遐。来开始要处理什么代志？处理家己的代志。外在因缘布置好了后，这个肉体满足啊，今日要了死啊！食饱嘛，袂了着，这个肉体顾着，来顾什么？顾心嘛。外在顾好来顾心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哦，伊示现是什么？一个修行人，伊该有的作为。伫迄个时代，伊要教因地主的，啊，毋过伊有师傅伫看到，伊讲吼，伊讲吼，世
世尊啊，有互我讲的伊心内咧想啦。所以伊是毋是去问世尊一个问题？你讲，那什么？我叫叫讲，我拢讲去，是须菩提中那个什么大众中几种坐骑，偏袒右肩。又是主体。已有世尊，昔有世尊，如来善无念诸菩萨，善无诸菩萨，这是甲世尊赞叹，这是礼貌上的赞叹。后壁较重要，显男主，显女力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各位姐姐，你告诉我一个。金刚经是后壁，世尊说法49章，金刚经是尾伊安尼讲的，这叫做大乘的佛法嘛。甚至尽世间，可有一个人无承认金刚经，真的哦，这是咱相信哦。各地方上讲世间的教导，大家拢相信金刚经哦，有人讲个假的。有人讲个假的，世尊宣法49章，伊尾伊较讲迄个金刚经，伊尾伊讲金刚经。诸菩提拢问迄个遮简单的问题，对有简单问。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要安怎做？要安怎降伏伊的心？因为迄若无法在场，无法在你心内面咧想啊，这师菩提个发觉老啊，你老啊吼，头壳无清醒啊，你要抱什么心？释迦牟尼佛对伊开始刷来时阵，敢开始教，有啊，八大，迄个啥八大的决心，我毋知念念啥啊，无念，但你讲一直讲，伊教足多啊。讲法宣法49章，哪有可能拢无讲你爱抱什么心啊？所以你若无我在场吼，听着师傅在安尼讲吼，我绝对心内会想，咱毋敢讲出来，咱搁心内会想啦。这师傅就可能闹我啦，这师傅就可能闹我，我为啥问这个根本的问题？各位，为什么伊要问？因为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做，看到表面上看袂出来，你爱用温馨去体会伊迄个道理内底，所以才问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：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咱的心是要安怎降伏的？各位，咱大家拢知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啦，吼，你金刚经内底，有个人个时候讲，我上天嘛，讲300几档啊，释迦牟尼，哪有可能无讲过？所以敢是安尼？不是哦，应该无共，也应该无共。所以才讲圣人无相心，这个无相心吼，伊才甲咱讲圣人的境界根本无心啊。所以你若用一句话去对照金刚经内底，你较看有，你嘛会当互用对照。原来金刚经讲的，啥物叫做空，啥物叫做空啊？三教的经典的道理是空的啊。所以这无相心吼，叫做无心。那另外一个解释叫做无诚心。诚心，这个心吼，因为咱台语了解伊的音足心啊，所以互我甲看者叫做无心见，没有成见。你问我吧，各位姐姐，什么叫做心见？你问我吧，姐姐就比吼，你就见到这个，我今日要做一本书，我今日要做一本书，你安怎做？可以，这互我咧教这当然无法，想拢免想，我就会使教，会使袂？会使教。毋过互我教的，敢是天下唯一
当然不是啊，因为护法有特别的设计。我学的是啥物物件？我敢有法度甲所有电脑的知识拢学完？我度。护法虽然伫袂晓电脑的人的面头前，看开安尼知影做这代志，我敢有全部拢知？无可能。以咱人，你个智慧、智慧甲智慧甲信任共款是相同的，啊无以咱人安尼一直学，无可能。因为科技一直在进步，随着时间。随着空间，啥物叫空间？无共款，单调伊的电脑需要完全无共。台积电内底玩电脑啊，台积电迄个基台一只200元，迄足先进的机台一只200元。迄内底拢电脑，伊无用电脑来控制袂很准啊。电脑我都袂晓，我含看都看过，我家己网络看着迄个相片尔。所以各位，电脑的知识，你问护法，护法回答各位前提的是啥物？其实是护法的设计，已经存在伫护法头壳内底尔啦。敢是伊的答案？毋是，毋是。所以护法咧教人电脑的时阵，我拢会讲。会使参考这个部分，无迄个标准答案。啊，这是因为安怎？第一，咱知影家己的能力无法度全通啊。第二是因为咱面对着咧受教育，咱毋敢自主，毋敢自转，毋敢讲我就是做甲道着，尤其咱受道办道的话，各位敢有人讲伊做甲？你若生这个心，这个本身对你的受道是一种大阻碍。咱莫讲过失，你生出这个心就是大阻碍。人间绝对稳的，人间伊绝对袂受苦的。所以圣人有相心，伊会使甲讲，啊，伊就是无迄个成见啊。啊，成见是啥物？因为圣人的体是比较道共款。所以根本就无心，道就本来无心啊。哦，啊第二咧，后壁一句哦，所以伊无成见，伊看任何的人拢共款。哦，咱会当先安尼经常讲哦，伊看任何的人拢共款，他没有成见。哦，但是你问他问题，你问伊问题，伊会关你的定义，伊甲你回答。咱看迄个语言就是安尼啊，所以人通讲公主叫做啥物？在思考，好，所以圣人有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照这个问题，咱要再不要开讨论，简单讲起来，道德经内底，伊咧陈述圣人的道理的时阵，伊拢用治国来比喻，治理一个国家，所以他将来可能用法宝拜百姓，以百姓的心为心。你若较高啊，以做一个君王来讲，圣人就是咧讲，你做君王的人，袂使有上心、有诚心，袂使有成见。你爱甲道一体，袂使有成见。你爱以百姓的心为心，安尼要讲。所以咱的话就是讲，圣人度世救人，咱这个问题就是我讲的。圣人度世救人，咱的道义啊，为护法负责的49种，咱头前已经听过48种啊，你特别甲听看卖。头前哦，讲一堆啊，这是搁加在，老祖搁愿意讲，啊无吼，咱真正啥物拢唔知。伊讲足侪道理的，讲足侪咱爱做的代志，啊，咱的好奇啊。老祖主义啊！啊，你圣人哦，恁平常时头壳拢咧想啥？这就是这个问题。师菩提问世尊，就是
间，为什么遮侪人咧等你讲道理？一句话拢无爱讲，过假分，这无我开玩笑的。因为伊带较侪人，就是去迄个意料之外。所以我开玩笑，这真正开玩笑。你过假分的，你若无面理的人，就真正安尼想啊。你叫我来遮听道理，你叫我来恁道理，叫我来食饭，拢要去倒，各位敢是安尼？是啊，圣人先君伊咧做一件代志，伊有伊的用意内底，苦心藏内底。所以这第一句，圣人无常是简单的意思，咱尾仔甲过来谈谈。第二，贤者无贤智，不贤者无言贤智，一贤。好个啦，咱简单来讲，这个贤就是好个，大家拢知这意思。我贤无贤智，不贤者无以贤智。这我来讲，咱咧修心的时阵哦，就安尼。你看到人做好代志，你会甲赞同咧，对咱会好咯。若看到无好个咧，一般人就是欺心嘛。哦，你这个人莫安尼啊，得胜甲你无关系，嘛是安尼啊。看不过去了，那讲诶，有的人正义感充足，你看不过去哦，看不信任袂安尼啊，信任袂安尼，所以伊个德贤啊，德贤简单来讲，德行告济贤而无义啊，无义的意思就是讲伊个德行广大，照顾着每一个众生，无任何的遗漏。我发现了另外一个，贤者无贤智，不贤者无以贤智，德行。伊的信，一种叫做相信，一种叫做真信有义，这个德是真的啊，这德是真的，所以咱简单安尼看。过来，这个分分吼，强富甲圣人在天啊吼，这三个我大概有讲一个意思。第一种，你若讲用这解释。叫做强富，赢赢，哦，头先两个，迄个点点也是哦，拢是强富和赢的意思。你也知影，翕翕哦，修造、收敛、心无所偏执，不管这两种内容一种解释，伊的心拢共款。你对待众生，时时殷勤，安尼讲会通，伊的道理内底。咱咧成团道真爱说理无？所有言行举止拢爱说理，尤其对真诶少年人，识见愈重诶人，咱后壁也讲着，识见愈重诶人，伊用目睭看，伊用讲听，咱后壁，伊基本上就讲着，伊用目睭看，伊用耳孔听，逐工看，逐工听。讲的物件袂超过伊听袂听。所以啦吼，你无说你袂使，你讲会通，这个方法，这个角度咱讲会通。第二，咱看着世间这么美，你的心爱用调和，甲众生去做伙，会使咩？无安尼袂使，真正无安尼袂使。所以圣人在天他谆谆，与天他一心。这个文哦，两层意思。第一叫做文主，人做一过啦，无清啦，文袂清，文袂清。第二就是专心放伫顶管，迄嘛是拢会通。所以家用哦，有要了解这意思。来，尾仔句，八世该注意你无，圣人该害之。这个主共款两层意思。第一。咱叫做专注，精神集中。哦，有个人甲解释讲啥物？众生拢啥物样？贪恼欲望，拢全部咧看五声色。眉目是毋是叫声色？叫声色。